生命之糧言論，耶穌的聖體聖血下。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若望福音6章53至54呢兩節，可以見到實現嘅末世觀同將來嘅末世觀並列。54a 節指吃喝耶穌體血嘅人必得永生，呢一個係實現嘅末世觀，即係此時此刻已經享有永生。但係54b 節補充，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呢一個係將來嘅末世觀。新約大部分作者都將聖體聖事同將來嘅末世觀聯繫，例如革前11章26節形容聖體聖事為宣告主嘅死亡行動，直到主再來。馬爾谷福音14章25節同埋路加福音22章18節形容聖體聖事係在天國裏的筵席的保證。不過若望福音較強調實現嘅末世觀，指出永生就係人與耶穌同佢嘅天父嘅共融。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56節嘅住字同耶穌之前講嘅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當中嘅存留一詞喺原文係同一個字。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係一種不可朽壞嘅食糧，即係永生嘅泉源。喺56節住呢一個詞語唔係用嚟描寫食糧，而係指嗰個食糧所產生同埋滋養嘅生命，與耶穌喺彼此之內存留。與耶穌共融，其實就係參與父和子之間親密嘅共融。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呢一節雖然輕輕暗示咗呢一份彼此共存同埋共融，卻係隆重咁表達咗一個重要嘅申明：耶穌因賜人加入咗天主嘅生命。可以話，對觀福音記載咗耶穌建立聖體聖血聖事嘅過程，而若望福音就解釋呢一件聖事嘅意義同為門徒帶嚟嘅效果。耶穌將呢一種因為吃佢嘅肉同埋血而喺現世已經享有嘅永生，對比猶太人祖先吃過瑪納仍然要接受嘅喪亡。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不像祖先吃了瑪納仍然死了。誰吃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仍然死了，顯然係指肉身嘅死亡。不過喺曠野流浪嘅以民，只追尋可吃嘅瑪納，唔尋求天主，某程度上亦都顯示佢哋靈性上嘅喪亡，離棄咗天主。最後，聖史喺完結耶穌嘅生命之糧嘅教導時，交代咗講話嘅地點。這些話是耶穌在葛法翁會堂教訓人時說的。而在場聽耶穌教訓嘅人有正反兩極嘅反應。